今集同大家分享紀念日佈置，介紹嘅酒店係香港君悅酒店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同撳鐘仔，鍾意嘅話記得讚好。大家記得睇到最後攞優惠。香港君悅酒店位於灣仔嘅5星級酒店，位置方便嘅豪華酒店，房間空間充足，適合作為紀念日佈置擺放。擁有 Smart TV 可以播放影片。房間擁有落地玻璃，飽覽整個維港景色之餘，夜景亦能夠增添浪漫氣氛。留意唔同房型會有唔同效果。我哋20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酒店房型佈置設計專業，亦都係紀念日打卡嘅好地方。房間內不同位置都適合影相。今次房型屬於海港景特大雙人床房，房間擁有落地玻璃，除咗可以欣賞景觀，仲可以作為裝飾用途，空間充裕可做更多裝飾。今次紀念日套裝以粉白色吊氣球佈置，16寸 I Love You 鋁膜氣球，配上40寸520數字鋁膜氣球，再加上氣球束同皇冠氣球柱，現場效果震撼，充滿浪漫氣氛。立即卡低呢個畫面，再訂閱 YouTube 同 Follow IG 20Balloon HK， 付款前俾我哋睇張圖，即享有5% off。我哋20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提供生日、紀念日、求婚、百日宴、應援佈置、商業佈置、節日佈置等佈置服務，仲可以為你一條龍待定花束，令你哋減少佈置時間同埋煩惱。立即去我哋20Balloon HK 官網，了解其他獨家熱門紀念日款式及價錢。如果煩惱如何打造驚喜、畢生難忘的紀念日佈置，歡迎聯絡我哋20Balloon HK， 我哋為你提供免費諮詢。如果想知道其他酒店佈置或者節日攻略，記得要訂閱、撳鐘仔、讚好。我哋下次見。